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康華地產 Andy。咁我而家咧就嚟到深圳龍崗嘅5號地鐵線下徑水站。呢度附近咧有個樓盤叫大靚華府，佢啱啱開盤啦，都係2日時間嘅啫。咁而家咧過嚟咧同大家去實地去睇一睇呢個樓盤究竟係咩情況。OK， 咁而家咧我就到嚟大靚華府嘅銷售中心售樓部呢度咧，同大家詳細了解佢嘅區位置啦，同埋佢嘅配套。首先咧會同大家睇一睇咧佢呢一個周邊嘅一個規劃先。呢一幅咧就係佢周邊龍崗區水徑地區嘅法定嘅一個規劃地圖啦。OK， 嗱，呢度有一個政府公示嘅文件啦。我哋睇到橙色呢個位置，橙色呢個位置咧就係呢個項目大靚華府。旁邊咧紅點呢個位置咧就係佢水徑西站地鐵25號5號線嘅一個站口嚟嘅，就喺門口咧就有個地鐵站噶啦。OK， 咁周邊咧佢分別咧會有一啲嘅住宅嘅用地啦，嗱，旁邊就有一個規劃嘅住宅用地。跟住後邊咧就係一個翠峰豪園呢個住宅嘅用地，呢個已經係起好噶啦。一陣間咧，我哋去睇示範單位嘅話咧，會睇到旁邊呢2塊吉地嘅，係啦，咁亦都係一個住宅用地嚟嘅。白色呢一塊咧就係一個醫療用地嚟嘅，咁啊將來咧會做一啲嘅醫院啊或者醫療中心咁樣。藍色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高爾夫球場嘅用地規劃用地啦，咁呢個咧未見嘅。OK， 而喺我哋項目大靚華府一個街口嘅位置啦，就會有一個9年一貫嘅學校啦，亦都有一個起緊嘅54班9年一貫嘅學校，分別咧就有2個，包括係小學啦同埋中學嘅學校咧，就喺兩邊，咁啊符合咗佢周圍一啲住宅市民需要用嘅一個住宅嘅一個學校嘅一個用地啦。OK， 咁我哋睇完咧佢附近一個周邊呢個位置嗰個規劃之後咧，我睇一睇佢嘅沙盤先。呢一個模型咧就係佢大靚華府呢個項目整體嘅模型，喺佢嘅1號樓旁邊咧就係佢25號地鐵站嘅出口啦。係啦，一出咗地鐵站之後咧，就到佢嘅小區。小區咧分別咧係高咗2層嘅平台，分別有啲小朋友嘅公園啦、小朋友公園啦，有個草坪啦。咁上面咧亦都會咧再有每一棟中間咧會連住有一啲嘅平台嘅，分別有啲戶外嘅健身中心啊，一啲小朋友嘅休閒嘅地方啊，咁啊更加通風採光亦都更加好。咁而家首先開賣而家咧係賣咗2日嘅啫，係啦，咁啊就係2棟1單元，總層高咧就係31層高嘅，係啦，分別會亦都咧有地下車庫，地下車庫嘅比例咧都係1比1以上嘅。OK， 咁啊佢2棟1單元嘅話咧係2梯6戶，2梯6戶。包括咗有2房、3房1廁同埋3房2廁嘅單位，朝向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有呢個東南啦同埋西南嘅方向。咁而呢一個樓盤佢第2個特別大嘅賣點咧，就係除咗有地鐵口喺門口之外咧，佢亦都咧佢實用度超高嘅喎，去到咧93%嘅佢實用度，而佢嘅綠化亦都咧係去到40%嘅綠化率，去到40%嘅。OK， 咁我望到外邊一個非常之靚嘅山景啦。嗱，附近咧3公里內咧，亦都有大型嘅商場。咁我咧呢啲資料咧喺片尾嘅時候咧，會再同大家咧去詳細講一講。OK， 咁而家咧睇完個沙盤之後咧，我哋去睇一睇佢嘅實體樓嘅示範單位先。OK， 咁而家咧就嚟到2棟1單元嘅7樓，咁同大家睇一個2房68個平方。呢一個咧係一個示範單位嚟嘅。咁我哋入門口之後咧，右手邊佢會有一個組合嘅鞋櫃位。咁呢一個咧，呢個款式咧，佢就唔係嗰個交樓標準。咁但係咧，交樓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鞋櫃嘅。一陣間咧會同大家睇一個收樓標準。入門口嘅大門咧，佢一樣咧會有個指紋嘅密碼鎖啦。然之後呢個客廳咧，佢進深係8米嘅。咁我首先咧就經去到佢嘅飯廳位置啦。飯廳位置咧可以擺一張4人嘅餐台啦。左手邊就係佢嘅廚房位啦。咁收樓咧亦都會有個金屬嘅門嘅，金屬嘅趟門嘅。OK。裏面嘅廚房咧，佢用咗一個 L 型嘅設計，係啦，咁大家睇一睇。OK， 嗱，咁值得注意嘅咧，就係佢呢個星盤洗手盤嘅位置咧，佢呢個係一個全進送嘅空間嚟嘅。咁變咗咧，成個廚房啊，佢總共有3面嘅台面，咁亦都係一個明窗啦。
一個大星盤，下邊咧佢嘅儲物空間咧就會細咗啲，因為咧佢係一個全贈送嘅面積。旁邊就係擺佢熱水爐嘅位置啦。咁收樓咧3件套亦都要有嘅，抽油煙機啦、煮食爐啦，同埋個消毒碗櫃。OK， 咁我哋去睇一睇佢客廳啊。今日咧，因為其實都係開盤咗，都係2日到嘅時間，比較多人。OK， 咁經過咗佢嘅飯廳位置之後啦，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客廳啦。呢個客廳嘅開間咧就係3.2米嘅，3.2米嘅開間。然之後呢一個朝向68方呢個朝向咧，佢就望翻西南嘅山景嘅。OK， 咁我哋而家係7樓啦。7樓咧，大家見到旁邊嘅樓咧，可能咧就唔係話特別高，係啦。咁啊，如果再上多2層嘅話咧，就會望穿前面嗰排樓啦。咁景觀咧都會更加開闊。OK， 咁我哋而家咧睇一睇2間房先。首先我同大家睇個主人房先。主人房嘅話咧，入嚟嗱，由於呢個樓盤咧，其實佢都係全部係交個有個中央冷氣機去送嘅，咁所以每一間房咧都有個控制面板，上邊咧就係佢主人房嘅出風口啦。咁呢個位置咧就唔會直吹個床，比較好嘅。我哋睇到佢主人房呢個位置咧，其實全部都冇窗台嘅，咁啊利用晒成個空間，同埋佢個採光個窗咧可以做得特別大，陽光咧射入嚟會更加好。呢一個朝向咧就係一個西南嘅朝向嚟嘅，西南嘅方向。OK， 咁望出去啦，就係對面嘅小區啦，下面嘅小區馬路啦，同埋一個好靚嘅山景。主人房嘅話咧，呢度佢係擺咗一個1.8米嘅床，咁有2個床頭櫃喺旁邊，亦都咧有足夠嘅空間俾你做一個標準嘅衣櫃位。咁呢個衣櫃咧，其實佢唔係一個收納標準，咁大家如果喜歡呢一個款式嘅話咧，可以跟翻佢一模一樣咁去做，係有足夠嘅空間嘅。OK， 我哋睇完個主人房啦，就過嚟睇一睇佢客廁先。客廁佢做咗一個設計咧，就以白色同埋灰色為主嘅。OK， 咁呢個洗手盤啦，就係佢嘅交流標準。上面嘅鏡櫃可以打開，裏面有儲物空間啦，係啦。有個坐廁，呢個坐廁嘅款咧就唔係交流標準，旁邊咧會有一個插蘇可以做智能馬桶嘅。咁有一個浴屏啦，亦都有窗，係一個明廁嘅設計。OK， 咁我睇一睇佢間客房啦。客房呢度咧交流咧佢有個門嘅，示範單位呢度冇整啦，方便出入。OK， 門嘅旁邊咧預留咗位置咧可以擺衣櫃，係啦，亦都有個足夠嘅空間咧做一個書台。咁啊旁邊咧呢個方向咧就係望東南嘅方向。咁啊呢個長度咧就係2.3米啊，2.35米嘅闊度。咁啊可以咧擺一張床咧係綽綽有餘嘅。OK， 咁呢個咧就係佢2房68個平方嘅戶型啦。睇完呢個2房之後咧，會同大家睇一睇佢呢度嘅3房2廳2個洗手間。嗱，呢一個咧係一個3房2廳2個洗手間，92個平方，係一個橫廳嘅設計嚟嘅。呢一個示範單位咧，佢分別咗擺咗家具啦，同埋牆身咧會做咗少少嘅裝飾。OK， 嗱我哋入門後咧，左手邊佢會有個鞋櫃嘅。咁呢個款式咧就唔係佢交樓標準。嗱，一陣間咧會同大家睇一睇一個佢收樓嘅標準嘅鞋櫃啊。OK， 我哋入嚟之後咧，大廳咧佢係一個橫廳嘅設計嚟嘅。左手邊咧就係佢嘅飯廳位啦，旁邊咧就係佢嘅廚房啦。我哋首先咧同大家睇一睇佢廚房先。收樓嘅時候咧，一樣咧會有個推拉嘅玻璃門啦，係啦。呢個廚房咧佢以一個 L 型嘅設計。左手邊咧就係佢嘅雪櫃位啊，呢個位置係佢雪櫃位，擺一啲雜物喺度，有個插蘇位。OK， 交樓咧一樣咧會送有3件套啦，包括佢嘅抽油煙機、煮食爐同埋佢嘅消毒碗櫃。呢個 L 型嘅設計嘅台面咧喺佢星盤位呢個位置咧，由呢一度去到尾咧就全部都係一個贈送空間嚟嘅。OK， 咁旁邊咧就係佢一個熱水爐嘅位置啦。呢個廚房咧，亦都係一個明窗嘅設計嚟嘅。示範單位呢度咧，佢又擺咗一張4人嘅餐台啊。咁啊，旁邊4邊咧都有空間可以去活動啦。咁其實喺飯廳旁邊一個窗台位咧，可以做一個餐邊櫃。OK， 餐邊櫃嘅位置咧，由下邊一度咧做上嚟呢個高度嘅話咧，可以有更加多嘅儲物空間，亦都咧唔影響佢上面嘅開窗。好啦，咁我哋睇完佢嘅客飯廳嘅位置咧，同大家睇一睇佢嘅
客房先。OK， 客廁咧佢用咗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啦，旁邊咧就係佢嘅洗手盆嘅位置，上面就係佢嘅鏡櫃。咁再向前行咧就係佢嘅坐廁區同埋佢嘅淋浴區啦。咁第一間客房呢個位置咧，示範單位咧就做咗一個小朋友嘅房，咁以一個淺藍色嘅設計啦。嗱，咁佢嘅開間咧分別咧就係長度係2.6米，OK， 咁啊闊度咧就係3050，即係3米多少少嘅。開門位呢個位置旁邊咧就可以做一個衣櫃，亦都可以做個書台，細嘅書台。如果好似示範單位咁，將佢嘅窗台咧擺埋上床上面，因為呢邊嘅窗台咧係特別矮嘅，咁佢咧就可以用到特別多嘅空間啦。OK， 我睇完第一間客房，同大家咧睇一睇佢第二間客房先。第二間客房咧，其實同第一間咧佢非常之似，但係咧佢會係再長少少。OK， 長身一度咧，佢嘅開間咧係250，即係2.8米多少少。咁佢嘅闊度咧一模一樣，都係3050，3米多少少嘅。係啦，呢一間房咧，我哋可以睇到佢嘅窗台位啦。窗台位咧，佢個高度咧係特別矮嘅。OK， 咁佢咧呢邊咧佢就唔擺上去啦，擺咗落嚟俾大家睇一睇佢效果。咁可以擺張雙人床啦，亦都咧可以做到個三邊落床嘅。OK， 咁同大家睇一睇佢呢邊嘅客廳嘅景觀先。客廳呢邊佢嘅露台啦，佢咧嘅開間咧分別就係長度係3.9米，長度3.9米，闊度咧就1.9米嘅。呢個露台咧佢係特別闊落，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擺張台啦，擺張凳啦喺度啦。大家睇到佢嘅空間咧非常之足夠。望出嚟呢一邊咧，佢係西南嘅方向嗱，同大家睇下景觀。OK， 非常之開闊。咁另外一間92嘅話咧，就望東南景嘅喎。OK， 我睇完佢嘅景觀之後咧，睇埋佢嘅主人套房先。喺佢嘅客廳旁邊咧，就係佢嘅主人套房啦。入門口佢一個玄關嘅位置，主人房有一個玄關位置，然之後轉角咧先至到主人嘅睡眠區。咁呢一個設計咧，其實佢嘅私隱度咧會更加高。主人房嘅開間咧分別咧就係3.2米，呢個位置係3.2米。咁由窗到去洗手間門口呢個位置咧4.25米嘅 ，OK， 4.25米。咁啊，主人房咧可以做1.8米嘅雙人床，做三邊落床啦，亦都咧旁邊咧有個衣櫃嘅位置。咁呢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台咧，洗手盆嘅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下面就做洗手盆啦，上面嘅鏡櫃啦，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咁入去裡面咧就係佢嘅洗手間啦、坐廁區啦，同埋佢嘅淋浴區。而呢一個洗手間咧都係一個明窗嘅設計嚟嘅。OK， 咁而家咧同大家睇一個92個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亦都咧係交樓標準嚟嘅。入門口啦，門咧亦都係一個指紋嘅密碼鎖啦。咁旁邊呢一個鞋櫃咧就係佢嘅交樓標準啦。上邊有儲物嘅空間，中間咧要嚟擺一啲嘅雜物啦，亦都咧預留咗插蘇位。下邊咧就要嚟擺鞋嘅。OK， 咁啊有4個門，咁啊可以擺到咧比較多嘅鞋啦。門我入咗嚟之後咧就係佢客飯廳嘅空間，旁邊咧就係佢嘅客廁，上面咧就係佢嘅鏡櫃啦，中間就係洗手盆嘅位置啦。下邊咧亦都有佢嘅櫃桶可以嚟擺雜物嘅。OK， 客廁佢嘅坐廁位旁邊咧亦都有一個電插蘇位，防水插蘇係咪啦？咁可以咧將來咧大家如果要用自助馬桶嘅話，咁亦都唔使話特別改啦，係啦，直接換咗個坐廁咧就可以啦。喺客廁嘅旁邊咧就係佢第一間客房。第一間客房嘅開間咧就係2.65米，闊度咧就係3050嘅。OK， 咁喺呢一間客房啦，亦都咧其實每一間房啦同埋客廳咧，亦都有佢嘅冷氣機嘅位置。咁其實國內佢嘅中央空調啦，佢咧就係獨立嘅，即係每一戶用翻自己嘅電。只不過咧佢就做咗個風管機嘅設計，隱藏咗個出風口。OK， 隱藏咗喺上面啦，會更加美觀。咁啊做中央空調嘅話咧，如果全屋做3房2廳咧，都要2萬幾蚊㗎。咁如果你話用啲靚啲嘅牌子，例如大金呢啲嘅話咧，可能要去到3萬蚊咁樣。OK， 嗱橫廳嘅設計咧，
未有家私嘅話咧，大家睇到咧佢空間咧非常之足夠，因為佢將佢走廊咧隱藏咗喺佢嘅客廳同埋飯廳嘅空間，咁啊顯得咧更加闊落啦。呢一個咧就係佢東南方向朝向望翻樂園嘅一個景觀，係啦，闊度係3.9米，深度係1.9米嘅一個露台位，係啦。咁我哋而家係7樓啦，咁望出去咧嘅採光同埋望佢嘅樂園咧非常之開闊。咁我哋望埋第二間佢嘅客房先。第二間客房咧，佢嘅開間闊度咧就係2.85米，係啦，長度咧就3050嘅，係啦。咁呢一間咧佢嘅房嘅長度會更加之大少少。咁其實兩間差唔多㗎。呢一種戶型咧好適合有2個小朋友啊，大家都差唔多大細嘅話咧就唔使拗啦，唔使去爭房啦。OK， 睇一睇佢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咧開咗門之後咧入嚟咧就係佢嘅睡眠區。睡眠區嘅話咧就完全係冇窗台嘅。OK， 咁上面咧亦都係做咗一個窗簾嘅隱藏式呢個路軌嚇，呢個隱藏式呢個路軌喺度。咁啊路軌咁啊窗簾咧亦都係會更加之美觀。係上面就係佢嘅冷氣機嘅出風口啦，風罐機嘅出風口啦。咁旁邊咧就係佢套房嘅洗漱盤位置。對面咧就可以做翻個呢個位置咧，可以做翻個衣櫃位。最後咧就係佢嘅坐廁區同埋淋浴區啦。OK， 嗱呢一個咧就係佢92個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嘅交樓標準。OK， 咁啱啱咧就同大家睇完佢嘅沙盤嘅區域位置啦，亦都去實體樓2棟1單元嘅7樓嗰度咧睇咗實體樓嘅交樓標準啦，同埋示範單位嘅。咁而家咧同大家做個總結咧，同埋報一報個價錢俾大家先。OK， 嗱首先咧，我會同大家講一講佢交通。交通咧有2方面。第一點咧就係佢現時嘅交通啦。現時交通咧分別有2個，由羅湖口岸過嚟啦，大家咧可以搭的士或者滴滴。咁啊26到28分鐘咧嘅時間咧就去到翻到小區門口啦。咁如果話唔想搭的士嘅話咧，可以選擇咧搭地鐵嘅。搭地鐵轉乘嘅話咧，就需要咧時間大約係1個鐘60分鐘嘅時間，1個鐘嘅時間。OK， 咁咧佢嘅距離咧分別就係最近咧就係呢個夏徑水站。OK， 5號線夏徑水站，跟住咧就2個站之後咧就去到布吉站轉乘3號線，跟住3號線嘅話咧就再轉乘咧去翻老街嘅話咧轉乘1號線去羅湖口岸，咁時間又大概1個鐘左右。咁將來咧佢會有第2點嘅。就係佢門口有個夏徑水西站，呢個咧就屬於深圳第5期地鐵線嘅規劃。咁而25號地鐵線咧，有1期工程已經係上一年2024年嘅時候咧已經動咗工㗎啦，預計就係2028年嘅時候咧就會係開通。而夏徑水西站咧就屬於係第2期工程嘅。咁根據以往一般佢嘅交付嘅時間啦，就係1期工程完工之後咧2到3年內咧2期工程咧就會交付，就可以用得㗎啦。咁到時咧10分鐘就可以去到羅湖核心區，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福田嘅核心區。OK， 咁呢一個時間咧其實非常之靚仔嘅。咁當然啦，如果係通過車，而家以現時賣緊嘅價錢咧就唔係呢個價㗎咯喎。OK， 嗱未講價錢之前嘅話咧，同大家講埋佢其他嘅配套。咁分別咧就係佢嘅醫療配套啦。而家附近咧有一個龍崗區嘅第2人民醫院，亦都咧有一個起緊嘅3甲級急華醫院，呢個咧係香港中文大學附屬嚟嘅。而1公里咧佢就有一個華潤萬家，2公里咧就去到布吉嘅天虹，3公里咧就去到萬象匯同埋萬科虹呢啲大型嘅購物商場啦。OK， 嗱呢啲咧分別佢周圍嘅商業配套啦、同交通配套啦、同埋醫療配套。咁而佢亦都有2間9年一貫嘅學校，咁所以咧呢一啲亦都係喺佢周邊嘅住宅同埋佢呢個項目嘅一個優勢嚟嘅。OK， 嗱講完佢周邊嘅配套之後咧，就講一講佢嘅價錢。2棟1單元咧，分別咧就係有4個戶型嘅，分別就有68平方嘅2房，價錢咧就287萬至到315萬；75平方嘅3房啦，就303萬到352萬。86平方嘅3房咧，就去到365萬到405萬嘅；92平方嘅3房就係376萬至到420萬。呢個項目咧，佢平均價就大約係4萬蚊、4萬1左右。OK， 咁佢地鐵通車之後啦，呢個價錢咧絕對係有一個升值空間嘅。
咁而分別咧，佢成個項目就係有588套房，而580套房咧都係喺92平方以下嘅單位。較為性價比高咧，就係佢嘅68平方兩房同埋佢嘅92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啦。嗱，點解我咁講咧？嗱，呢個項目佢嘅實用率有93% 以上嘅。OK， 咁而佢92平方咧，亦都係特別高嘅。92平方咧，去到96%。92平方，你得房率咧去到88個方，咁所以咧佢實用率係非常之高。OK， 咁當然啦，大家亦都要睇翻自己嘅需求啦，咁而去選擇嘅戶型。咁如果對呢個項目啊，想了解更加多佢嘅資料啦，包括戶型啊、價錢啊、周邊配套嘅話，甚至乎想實地嚟呢度睇樓嘅話咧，可以打熒光幕上面嘅電話或者 WhatsApp 俾我。咁啊，大家亦都唔好忘記點讚同埋分享、訂閱呢個 channel。下次咧會再同大家去睇更加多實地嘅樓盤，同埋介紹更加多嘅資訊。拜拜。